主后2023年6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终身之处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32篇。过失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撤销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心无奸诈，上主无算伊做有罪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我若恬恬毋认罪，就规日害害惨，连骨头都打去。你的手暝日动动刑罚我的精力亲像予热天的日头晒甲焦去。我有对你排入我的罪，无隐瞒我的罪恶。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，你有赦免我犯法的罪。安尼，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，拢着对你祈祷。大水泛滥嘛一定袂淹着伊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会庇佑我脱离艰苦。你会用得救的歌四面为我。上主讲：我要教示你，指示你应该行的路。我要注目看你，眷顾你。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，因着用马甲姜、马力索约束，才会顺服。歹人会受真侪痛苦，毋过倚靠上主的人有阻碍，四面为伊。义人啊，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；心正直的人啊，着大声欢呼。终身之处，真侪人拢算过美小揣。伫即个游戏，有一个人爱做掠人的，其他的人爱伫限定的时间内找所在藏匿好好，互掠人的找袂着伊。伫游戏过程中，藏匿的人心里其实是充满紧张的，因为藏匿的姿势和地点，也可能互人感觉袂安稳。希望游戏赶紧通结束。当人陷入伫罪的内面，就好亲像也有类似的心情。诗篇32篇是大笔写的诗，伫传统上认为这是大笔犯罪了后，互先知拿单指责向上帝忏悔写的诗。撒母耳记下卷12章记载，大笔对乌利亚的某拔示巴动淫念，搁付诸行动，也致使拔示巴有心怀孕。为着暗砍恶行，大笔设计互乌利亚战死沙场。当伊互先知指责以后，大笔真实面对家己的过错，写即首诗，讲出暗砍罪内心的挣扎。当伊毋愿互发现，选择隐藏家己的罪的时，经历着身心极大的痛苦，伊身心亚线。中文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做骨头孤单，无论入眠，拢感受内心的沉重，伊精疲力竭。中文圣经翻译做精益耗尽，亲像水汽伫热天中蒸发，精力一点一滴消耗，是安尼无爽快。大笔的处境是伫一种知影家己犯罪却毋愿认罪的状态，这互伊感觉极大的痛苦。伊想找一个通藏匿的所在，若是黑暗却一直跟缀伊。最后，伊找到唯一的出路，就是离开家己暗坎的终身
厝来到上帝面前，诚实面对家己，也真实面对上帝，真诚悔改。上帝诚做代笔的忠心之所，佮用赦罪之恩回应伊的悔改。代笔要经历毋认罪的痛苦，也经历认罪了后得到赦免的喜乐。因为安尼，伊呼吁所有虔诚的人，所有相信上帝的人，伫面对迷失、软弱、过犯，直到想要为家己抄找终身之处的时，应当把握机会，赶紧回转归向上帝。伊提醒，毋通亲像无知的骡马，着用马甲姜管束才会顺服。毋通搁靠家己，是爱倚靠上帝，行伫上帝指示的正道。伫即条路行的人，就通搁再欢喜快乐。圣经奥古斯丁捌讲过，智慧的开端是认捌家己是一个罪人。每一天，咱拢可能会面对试探，考验咱的信仰以及咱对上帝认捌和信心。当咱面对无法度明白的代志，拄着无法度掌握的代志的时，着安怎做出选择呢？只有承认家己是罪人，知影咱需要上帝引带，才通行向上帝为咱准备的终身之所。伫遐，咱就通经历搁较侪倚靠上帝，搁较少倚靠家己，得到上帝的护卫，救咱远离犯罪所带来的煎熬。默想，我安怎面对家己的过犯？是极力否认，还是向上帝认罪？认罪了后，安怎进一步做出改变？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你深知我的过犯，求你赦免我，引带我，救我脱离灾难，帮助我搁较侪倚靠你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有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